主后2025年6月初2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守约的上帝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05篇第10到45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105篇，恁着感谢上主，求叫伊的名，伫万民中报扬伊的作为，着对伊吟诗，向伊唱歌学乐，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，着夸耀伊的圣名，愿祈求上主的人心内欢喜，着倚靠上主甲伊的权能，不时祈求见伊的面。伊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伊所敬雅各的子孙啊，恁着少年伊奇妙的作为，少年伊的新约，甲伊所讲判断的话。伊是上主，咱的上帝，伊的审判普及全地。伊会记得伊的约直到永远，伊的应允直到万代。伊会记得甲亚伯拉罕立的约，对以撒所立的誓。伊将这个约，互雅各做规例，互以色列做永远的约。伊讲：我要将迦南地赐互你，做你应得的产业。当时因的人口有限，人数真少，因伫遐做出外人。因对即族行到迄族，对即国到迄国。伊无容忍人压迫因，为着因的缘故，伊谴责遐个君王。伊讲：毋通磕着我竞选的仆人，嘛毋通欺负我的先知。伊互饥荒降落伫迄个土地，互所倚靠的美娘拢断绝。伊找一个人生气，就是受卖做奴隶的约瑟。人用骹扣扣伊的骹，用铁链链伊的颔棍。上主的话甲伊考验，直到伊的预言实现。王找人甲伊偷开，统治万民的法老甲伊偷放。王设立伊做宰相，掌管法老拢总的财物，通随意拔伊的人神，用智慧管教伊的长老。以色列嘛来到埃及，雅各出外伫含的地。上主互伊的子民生摊真多，互因比对敌较强。伊改变对敌的心，互因怨恨伊的子民，用苛刻的计谋对待伊的仆人。伊找伊的仆人摩西，甲伊所敬的亚伦，伫对敌的中间行伊的新约，伫含的地行奇事。伊降落黑暗，地就暗蒙蒙。埃及人犹犹毋听趁伊的话。伊互因的水变做血，水内的鱼拢死。伫因的土地田蛤仔满满是，连王的房间都有。伊一个出声，互神规定爬来，搁伫因的境内有杀母满死过。伊落泡代替雨，降落死若伫因全地。伊扫倒因的葡萄树甲无花果树，毁坏因境内的树木。伊一个出声，规定的草莓甲草莓囝就爬来，做甲袂算得。甲因土地的菜蔬食了了，搁吞食因的田园所出的五谷。伊拍死因国内所有的大囝，
就是因勇壮的时所生的。伊带因出来，带银带金，伊的支族中无一个软弱。因出来的时，埃及人大欢喜，因为埃及人真惊因。伊用魂甲因惹，眠是用火甲因烧。因一个球，伊就互烟囱爬来，搁用天的食物互因饱足。伊拍开石盘，水就冲出来，成做河流，流过旷野。因为伊为记得伊神的应允，为记得伊的仆人亚伯拉罕，伊带伊的子民欢欢喜喜出来，带伊竞选的子民唱欢喜的歌，向前行。伊将列国的土地赐予因，予因承接别个民族劳苦得到的财富，通予因遵趁伊的规例，遵守伊的律法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守约的上帝，伫挪亚的时代，上帝伫做大水了后，甲挪亚和伊的子孙立约，大水袂搁再毁灭所有的生物。上帝讲：我看到鲸伫云里出现，就纪念我甲地上逐款有肉体的生命所立永远的约。上帝所承诺的代志，伊袂记得。伊伫天做一个美丽的记号，伊提醒家己，搁向人承诺，所有有肉体的生命袂搁互大水消灭，嘛袂搁有大水毁坏全地。咱看见上帝对家己承诺的代志是安尼的重视。诗篇105篇这首赞美诗，带领咱回顾上帝的奇妙作为，鼓励上帝子民记牢伊安怎甲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立约，怎样引带和保护伊的子民对埃及出来，互因应允之地，搁借着回顾上帝伫过去的作为，来增强因对上帝伫未来的应允的信心。因为上帝是信实的，伊会信守承诺。承诺不难，学的是信守承诺。在世纪的荷兰籍探险家和航海家威廉·巴伦兹，伊伫生前致力找求通过北冰洋的欧亚东北航道。1596年5月初10，伊得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商界的资助，踏上人生第3次，也是最后一次探险旅程。探险启程后无偌久，巴伦兹的船互浮冰浪费，因就受困踮伫新地岛，历经严厉的北极寒冬。伫接落来的9个月期间，生存的条件极度艰难。巴伦兹和伊的同伴建造一间简易的柴厝仔，搁乌洞求生，甚至拆船仔顶的架帮来燃火取烧，也无法度抵挡北极的严寒。为了生存，因不得不设法捕捞北极熊和海象，但是真侪船员犹伫这段期间不幸丧命。就算面临生死存亡的极限状态，因依然无动用遐个受托付运送的荷兰货物，其中有一寡确实是会当救命的食物和药品。
这种信守承诺、忠于所托的精神，成做荷兰商业精神的典范，互后世的人纪念传颂。过年春天，幸存的10几名船员利用收复了后的救生艇穿越冰海，伫新地岛南端遇见俄罗斯人，将伊获救。这是巴伦支本人伫反叛荷兰的途中不幸过身，结束伊传奇的一生。检彩因为人生常常是讲的一套，做的阁是另外一套，才互巴伦支信守承诺的故事令人敬佩。总是当诗人带领咱赞美上帝的常时，也互咱看见上帝的信息。伊会记得伊的约直到永远，伊的应允直到万代。阁亲像以赛亚书所揭示上帝的话：大山会当刷开，小山会当迁移，毋过我不变的疼，永远袂离开你。我会永远遵守和平的约，怜悯你的上主安尼宣布。听咱的上帝就是安尼信息。默想，无论面临甚物款的挑战也是困难，我是毋是拢信靠上帝，因为伊是信守承诺的上帝。无论面临甚物挑战也是困难，我是毋是拢信靠上帝，因为伊是信守承诺的上帝。咱来祈祷，信实的上帝，感谢你永远信守甲我所立的约，求你帮助我坚守承诺，落实甲你所立的约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